同亲啊，咱若来到婚林，你会当看到这个看板婚林记忆区哦，这是内底借问站嘛，就是你要问讲会当倒位佚佗，会当倒位食好料，来到遮你拢有答案。所以这是交通部观光署公布的吼 ，iCenter 内底，所以婚林记忆区哦，成绩真好，入去前10名咧。 婚林记忆区在地深耕多年，活化好买历史的建筑，嘛提供真侪种旅游相关服务。它有3个指标哈，一个是服务的品质，一个是你的资讯是正确，然后第3个是有没有让游客可以体验互动的地方。婚林记忆区讲，因3年前登记做婚林县文化观光处的借问站，用上温暖的服务态度，邀请大家过来婚林遮踅街游览。在这个地方的游客或是在地人或是返乡的乡亲们，你可能要在这里得到最新的资讯，然后最新的一些的活动，阮家拢有当互你小借问。婚林记忆区出色表现得到游客肯定，希望未来婚林会当互更加侪单位看到，互这个家变更加热力滚滚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